呢個聽，然之後去嗰個彩虹高中，然之後行入去，然之後喺一個背包嗰度揾一樣做嘅嘢，然之後咧佢可以你入邊度，佢會扯你去邊度嘅。你撳其中一隻槍，然之後呢度係入唔到去落翻嚟，然之後你去撳中間嘅嗰隻槍嗰度，嗯，喺度，然之後你可以穿咗入去，但係中間有棟牆，好似透明嘅牆咁樣，好似阻住咗，行唔到去第二。